試航。手動嘅噴漆咧係我哋遊艇主義獨一無二嘅。咁今次咧係首次噴咗喺一隻船仔嗰度，係用咗5分45秒。咁而家等嘅20分鐘，而家抌咗落海，而家實際喺度試緊啦。防污漆咧都係研發俾一啲大船，根本係全世界冇專係為遊艇而設計嘅防污漆。而家我哋呢個納米嘅咧就係專係俾一啲咧200-300尺以下嘅船，甚至好似呢啲咁嘅船仔嚟，就最適合不過啦。呢個唔係填補個空白，根本係未有過呢啲咁嘅研究。呢個係我哋個世界唯一一個白力圈嚟嘅，就專係迎合得到一啲船咧，佢唔係成日行嘅，係擺多個用嘅。咁我哋呢個防污漆咧，手動噴漆嗰度嚟咧，係可以幫到大家一個好大嘅忙咯，因為佢方便、簡單、快捷，麻係揀唔使技術。啲油咧係非常之硬，我而家你睇到我用好用力，咁去捽去咧，一啲痕跡都冇，係極度成功。經過咗整整11年，係從事研究船底嘅防污技術，個成果係有目共睹，又快乾又平滑。我哋希望將呢份喜悅可以俾得到反遊艇嘅船東，我哋可以同佢一齊分享呢個技術科技嘅成果。